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8号上午，伫个立委林俊宪、郭国文、甲着林宜景等人的邀集，包括交通部长陈世凯、公路局、甲着分家南分局等官员南下实地来考察。除了关心海线的建设，伫个即届风灾过后的复原状况，另外嘛关心高铁下面台39线的延伸计划，改按北边对嘉义的台37线终点，到南边的台39线起点，转长大约40-50公里。根据中央的规划，目前可行性评估已经发包，预计116年完成。不过，现场3位立委拢希望可行性评估会用的分期渐步来进行。不过，交通部回应，因为可行性评估已经发包，只有等待评估出炉，其中的时才过来分段渐步进行。各地也看这条台37接39，又给台南多了一条南北向的道路，而这个对地方发展，我认为长远上也很重要，而且对国家整体未来发展的话，串联科技廊带，这个刚好纳入这个大南方新溪谷计划，让这条路它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以及中央，我认为这个我也跟赖总统报告过，他也会全力来支持了。人口密集区差不多一地甲一地啦，系啊，你这地第一期的，我是感觉遮恁当做较赶点啦。可行性评估的时阵，看会当分段处理无，安尼速度较紧，含无将4期的要开始啊，这3期的嘛咧进行啊，3期差不多要开始动啊，要开始密哩啊。这个状况之下，这条的效益其实讲开始较大啦，吼，因为敢麻烦交通部考虑看卖。应该是要来分段处理，因为认真讲吼，咱也听拄则局长的报告真清楚吼，咱若规条要做一困头的这个评估吼，你看连这个可研都要到后年哦，那个其实这个很慢啦，因为中间真的不管是生态敏感区或者是交通连结的界面要处理，这都是很不容易的哦。可行性评估一起做，因为你拉出来之后，其实时间差不多，好，时间差不多，所以没有差。我们整段还是要做一个整体啦，好。但是我们施工的部分在综合规划的阶段，我们先把南部比较要紧的这一块，哈，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一块，我们就先把它做起来。那施工也是以这一段为最优先，哈，也就是说让南科这边的交通先疏解。那我们一样，整体计划还是会往北走到嘉义，好，这个部分我们后续还会持续来努力，哈。为了串联嘉义、南科、沙仑到高雄的科技廊道，目前台39线已经对新市接到高雄，离新市到嘉义、太保这段，因为溪北地区还佫卡着皮塘等环境的敏感区，因此立委建议应该优先规划新市到半田这段，对着南科的效益上大。而且嘛，用个互路网一路对高雄的科学园区，经过南科的4期到南科1、2、3期，串联成科技的廊道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